歡迎大家收聽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，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。Poco F7 系列抵玩登場，4000幾買 Ultra 旗艦，仲有早鳥優惠，必搶！上星期版主喺新加坡直擊 Poco F7 系列嘅發佈會，分別有 F7 Ultra 同 F7 Pro。當時 F7 Ultra 嘅國際售價定價大約係港紙5000蚊，已經覺得好抵玩。點知本港正式公佈仲平，而且仲有早鳥優惠，想平玩旗艦機就要睇埋落去啦。唔好以為高階手機一定要貴 ，Poco F7 Ultra 最頂配16GB 加512GB 都只係4799蚊咋，入門版12GB 加256GB 只係賣4499，已經有高通最強晶片 Snapdragon 8 Elite， 仲有頂級熒幕120W 快充同浮動長焦鏡頭。至於 F7 Pro 就更加抵玩啦，12GB 加512GB 賣3599，而12GB 加256GB 只要3399。有上代旗艦晶片 SA Gen 3，側邊框靚 mon， 6000大電，性價比勁高啊！由4月2號晚上8點開始到4月7號晚上11點59分，喺小米官網或者豐澤網店落單預購，就會送你一部價值249蚊、100mAh 165W 自帶線嘅行動電源。4月至8月30號期間落單，就會送你一隻市值199蚊嘅 Redmi Watch 5 Active。而喺4月內買機，仲會送你額外1年嘅保養。Ultra 版價值999， Pro 版價值799，同一次碎屏保。Ultra 版價值1399， Pro 版價值1199。另外，只要喺4月至7月期間買機，仲有加碼優惠，包括6個月嘅 Google One 100GB 空間，價值90蚊，僅限 Ultra 版，同埋3個月 YouTube Premium 免費試用，價值234蚊。規格方面 ，Poco F7 系列兩款機種都搭載一塊6.67寸平面 2K Flow AMOLED 螢幕，解像度係3200×1440像素，並且支援最高120Hz 嘅更新率，1800 nits HBM 比3200 nits 嘅峰值亮度，12位元色彩深度以及最高3840Hz PWM 調光。唔同嘅係 F7 Pro 嘅螢幕採用 Gorilla Glass 7i 玻璃作為保護。而 F7 Ultra 就使用 Poco Shield Glass。F7 Ultra 就搭載高通最新嘅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，搭載 Vision Boost D7 獨顯晶片，可以將所有嘅遊戲提升至120 FPS 超流暢畫面，同埋 2K 超級解像度。電池係53mAh， 並且可以支援 120W Hypercharge 有線快充同埋 50W 無線快充。至於 F7 Pro 就採用高通 Snapdragon 8 Gen 3處理器，搭載6000mAh 超大容量電池，支援 90W 有線快充，但係就唔支援無線插電。相機方面 ，F7 Ultra 搭載3鏡頭主相機，標準鏡頭採用 50MP 1:1.55寸光影獵人800感光元件，支援 OIS。另外搭配一個 32MP 嘅超廣角鏡頭，以及一個 50MP 嘅 2.5X OIS 浮動長焦鏡頭，支援微距拍攝。至於前置相機係 32MP， 而 F7 Pro 就係雙鏡設計，主相機同 Ultra 版一樣，都係 50MP 1:1.55寸嘅感光元件，支援 OIS。另外配置一個 8MP 超廣角鏡頭同埋 20MP 嘅前置相機。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。消息指三星三攝機現身 IMEI 資料庫，可能僅限呢兩個地區推出。喺華為率先推出三摺疊螢幕手機產品之後，有消息指領導摺機市場嘅三星打算喺1-2年之內推出三摺機。就最新消息，三星三摺機可能會成真，但係可惜只係限定喺部分嘅地區上市。外媒 SmartPrix 最近喺 GSMA 嘅 IMEI 資料庫入面發現三星註冊咗一款名為 Q7M 嘅手機。根據冇幾耐之前網站 Galaxy Club 嘅情報， Q7M 呢款手機擁有兩個轉軸設計，亦即係三星傳說之中嘅三摺疊螢幕手機。而根據 IMEI 資料庫，三星喺 Q7M 名下註冊咗兩款機型，分別係 SM-F968N 以及 SM-F9680， 以三星型號編排嘅規則嚟睇，分別係韓國版同埋中國版嘅型號。睇嚟三星嘅首款三摺疊螢幕手機有可能遵循 C Fold 特別版嘅模式，淨係喺韓國同埋中國限定開賣。
而按照三星以往註冊 IMEI 之後，大約會喺6至7個月之內發表產品嘅慣例，三星嘅首款三摺疊熒幕手機好有可能會喺今年嘅第3季度末至到第4季度就會發表。至於限定中韓兩地發售嘅原因，可能係因為初代產品嘅產量低、成本高，並唔利於大規模發售。而三星喺韓國擁有市佔率逼近80%嘅壓倒性優勢，而中國就有數量龐大嘅高消費人口。加上華為嘅三摺疊雖然推出國際版，但係連中國在內，其實只有16個地區發售。喺銷售方面，暫時冇乜嘢壓力，可以先喺少數嘅市場度試水溫。雖然可能買唔到嘅消息令人失望，以三星 Galaxy Z Fold 7傳言將會基於 Z Fold SE 開發嘅消息嚟睇，喺生產規模建立起嚟之後，並且市場有需求嘅情況底下，三星亦都樂於將原本限定地區嘅產品改為全球推出，所以喺明年見到國際版嘅三星摺疊機，亦都唔係冇可能㗎。今日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再會。